新馬路消費樂全城活動將喺6月7日至6月29日，逢周6日於天神巷街道內進行。主辦方5月30號下晝於街坊總會社區服務大樓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活動目的及相關內容。我哋今次嘅活動呢，咁係緊接住政府嗰個消費大獎賞啦，咁啊係由6月7號開始嘅。今次嘅商戶呢，大概有70幾間商戶啦，主要係中小企為主。佢哋一聽到我哋幾個坊會一齊合辦呢個活動呢，佢哋都覺得係幫咗佢哋可以係有個多啲機會可以去接觸到其他嘅客人。本次活動由板型區坊眾互助會、水河爵區坊眾互助會以及新馬路區坊眾互助會聯合主辦，邀請3區商戶共同參與消費優惠，於社區內派發商戶消費券，亦都提供精彩街頭快閃演出及打卡裝置互動，增強澳門企業、市民以至旅客各層面嘅參與性，創造良好營商環境。喺每一個地區都有啲打卡點，同埋係有啲任務要啲遊客或者係市民去做嘅。達成任務之後可以攞到呢個消費券，喺度喺嗰個街區度有消費嘅。因為我哋其實意思就係想佢真係行到入去舊區，行到入去呢啲街區上邊，去到感受我哋澳門嘅一啲街區嘅文化，從而喺呢啲地區可以做翻個消費咁樣。主辦方亦都表示，活動旨在激活新馬路區、板型區、水河爵區同埋鄰近區份嘅社區經濟活力，帶動社區旅遊經濟。